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前总统府的发言人古拉斯日前红指控，甲已经结婚的姓李的这个随护保镖来恋爱，这个事件来炭烧下晡阁有上新的发展。古拉斯讲，同款是民进党的立委陈莹，这几年来对伊的攻击，从来都无停止过。这个带头甲斩杀，计划性鼓励这个随护保镖的太太渗透到红色的手机啊，甲私人的对话气头气尾做不当的解说。古拉斯讲，家己将来都无要争取到参选明年的立委，但是文书煞将做政客文宣，伊已经来提出着告诉。告这个陈莹公然诽谤、损害赔偿。古拉斯阁来做比喻，伊讲吼，想要攻这个性无方，就爱装逼齐全，若无一旦若放山放势，是会有山难哦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